来一代一代传去吼。啊，即马咱就用热烈破声来欢迎顺聪来。大家好吼。头起先请大家甲我老围区啊吼，我有2个房仔连啊，2个连结。啊，我今日应该分做2个部分吼。我前一阵啊，伫迄个乌卡皮，就是扑起来博客内迄个网页顶头啊吼，我有规划一个讲2个阶段安怎来读台文册。分做入门的，甲进阶就是第一届甲第二届的，必须咱的检定的比甲 C 共款。大家头起先请大家拢甲这点开吼。伫边啊有2个头前第一下，因为等者要放有一寡迄个声音甲影片啊吼，迄个我用我这个咱这个Google Meet 就听袂到，安尼大家就家己放恁家己的吼。后先甲拍开，这个罗完迄个毋知啥操作，你就替我拍开就好啊吼。顺聪，你甲我切过者，头仔迄是我去念的。安尼吼，也是用我迄就对，用我迄就对啊吼。会对，用你的。OK， 好，你来讲者。好，来等我一下嘿。先分享迄个画面啊嘿。会当吼。好啦，安尼大家看会到无？就是有一个乌卡比甲扑起来吼，博客来迄个网页，我看一下哦。有问题你就出声吼，无看会到的先出声吼。若无我就继续讲啊吼。迄个像我甲安珠老师大家也无听到，也是讲画面看袂清楚，有啥问题恁就直接出声，安尼无我就一直讲落去，拢无停的吼。分做2个部分，今日就是头一个第一点钟就讲啊吼，迄个乌卡皮吼，就是报起来这个网站啊，因为是安怎会来找我来这个规划这个册展，其实真简单嘛。头一个就是因为伊是一个公司嘛，一定是有通趁钱啊，表示这个台文册市场有够啊，这是头一个。因啦吼，可能各方面的消息，也是因的客户，也是讲买册的人，也是跑起来问讲，即摆台文愈来愈侪人去问啊，嘛有迄个嘛有销啊，所以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即摆台文因有注意到讲，即摆甲台文有关系的册是愈来愈侪，因嘛有注意到。第三伊就找我吼，因为我即方面我经营足久啊吼，就是推出足久啊，所以来找我来规划即个迄个算册展就着线顶的迄个册展。当然啦吼，咱台文的册即摆会当分做2角嘛，一个就是讲入门的，就是甲你带入门，就是闻一个气味，有一个了解的。第二个就是较深的，你就是真正甲台文一字吼，一字一个词，一篇文章安尼豆豆读落去。迄时阵伊讲着了，我读到有想法，我就开始规划。当然啦吼，因尾啊，因佫有一个网站是甲差不多即摆有诶台文册拢囥于即个一个网仔链顶头，一个网页顶头。这咱尾啊佫讲啦吼。上无呢，我就叫10本。当然你10本有时做歹紧诶，因为即摆吼台文诶册实在是太济啊。尤其是入门篇，就是尤其是绘本啦吼，绘本已经是坐甲以早是无啦。我会记我3、4当前啊吼，出迄个神话白乌金人士，迄新台文的绘本啦吼。你若讲是网络迄个通路较好找，佫找无10本。当然啦吼，迄家己出版的也是地方的足济，也是去台湾的店佫买有。毋过啊吼，3、4当前啊吼，真正要紧10本啦吼，而且各种方面的足少，想袂到目一年啊吼，到呾啊吼。绘本是愈来愈侪，台文绘本，咱讲囡仔册愈来愈侪，而且伫我这规划当中，逐个月拢有新的，而且是愈来愈大卡，愈画愈好。像最近的就是赖河的这个绘本，像咱边仔有看到啊吼，这个赖河绘本，差不多逐个月拢有。过来吼，年尾佫有，我知就是佫有足侪迄个大咖，真正足大咖，伊嘛要做台文的绘本啊。所以表示讲头一个，当然你要做台文啦吼，绘本是较好入门啦，因为字较少，读者较有介绍，主要是图为主。绘本的题材是千变万化，所以大家吼，若是绘本的作家头一个先来做这，所以这是
这是台湾的发展即几档上旺的即个绘本。当然啦教你安怎学台语、写台文，像安珠老师嘛出足济足济人拢咧写即个安怎第一步为俗语、为词类，还是讲咱检定，还是即个朗读演讲比赛，各方面，这册是愈来愈济，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出版社要出册，还是人要出册，你我就表示讲伊有诶市场有诶需求这当然，这个安珠老师也是各位了解较济，所以我即摆就是来讲除了学校诶教育，因为学校教育这是必修嘛，学生拢爱学。毋过对有足侪学生来讲你学这就够不中就是学校一节课有诶人就会倒单有诶人感觉佫袂歹。毋过迄学习态度可能无遐好啦。所以我诶做法就是讲，因为我毋是伫教育体制内底，我主要是伫说民间写册出版诶作家。我希望用一种较趣味较轻松诶方式，感觉讲上好嘛是一个做适拍做事件。我感觉就是即个一般诶人群众伊对一个代志诶兴趣10个人可能有1、2个人，伊真正对家己伊要做啥，要读啥物册，伊有伊诶主见，伊知影伊要爱啥。毋过大部分诶人，伊拢是对即个时代来行，对即个事件来行。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咱即摆要做就是咱做好诶台文诶产品，无论是册还是迄个网络诶迄个平台影片，还是迄个活动，还是导览等等咱做最好诶产品，而且是会当互逐个介意诶，感觉诚舒适诶，会愿意来即我感觉这是第一步啦。咱若做愈济，文本做愈济诶时阵，到尾总是有几本诶事件会清起来，清起来了就规个即个势拢甲带起来就愈来愈济人来。差不多咱像安珠老师讲诶，头拄讲有一寡一寡假消息一直放出来，同一个时阵嘛有足侪册要放出来，表示讲台文去互大家去互重视。有人要甲伊批评，你爱较欢喜咧，因为表示你愈做愈好。无人批评就囥伫遐领会。我感觉这有时阵嘛诚悲伤啦毋过我感觉就是讲，咱即个台文愈来愈清清诶过程当中好诶甲歹诶拢会做伙来。即咱若是台文其实万事万物拢是安尼。咱安怎去分别啦去开破你去分辨这是无好诶消息。这是好诶消息，这消息是真诶还是假？过来就是讲，这个歹诶消息，还是对你不利诶物件是好，是你免去插伊，还是讲真正你要重视？讲这其实是咱家己诶欠点，咱来改进。这方面咱就爱豆来思考啦好，来拄头讲完啦我感觉就是各位就是学校以外，你也拄着想要学台文诶人，你会当讲我即摆想要讲台语。学台文，若是要讲台语，就简单，你甲公司台语台，还是台语的频道，迄个袂重要，等互伊家己去看，因就会愈学愈好。你要学台文我只有这10本册，基本上就是我感觉就是袂输咱的苹果手机共款嘛。其实苹果手机，我感觉伊一个最厉害的物件就是，伊甲你当做一个是科技的白痴，完全袂晓。你对科技对这物件完全是袂晓去看。我感觉这是苹果手机还是 Apple 手机除了事件是功能好之外，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你这个服务的社会这个服务型的社会，咱这个社会就是注重这个客户。你要甲人客对方当作是完全拢袂晓，啥物拢毋捌，那是一张白纸。你也有这个 setting 了，你安怎甲带引入来这个世界？这毋但是台文，毋但是手机其实咱各行各业拢是做这个代志。Apple 呢 ？Apple 最厉害就是，互你像我这种对科技完全就是毋但是袂晓，都是冷感的啦。我都调你遐，尾后我物件拢是用苹果的产品。这就是因为人的时间就是24点钟，你要甲这个时间囥伫对，这是。我可能囥伫科技方面，我敢若买互伊3分钟，超过3分钟，我就会彻夜就无耐性同款，
对你有兴趣的是，你有兴趣的物件，24点钟拢无问题。如果这个物件若是无兴趣的时阵，你安怎伫3分钟的时间，互伊有兴趣，会调啊，调了伊可能一工伊嘛是3分钟，毋过上无伊会甲即个时间拨出来做这个代志，代志嘛是共款。所以逐个啊吼，你若听到朋友啊，还是学生啊，即摆吼台语甲我无使啊讲，想要讲倒来。即摆台文足济，无论是电视媒体，甚至是遮个 KOL 即个言论领袖，也是足济人利用迄个台文字啊。我想要学讲嘛的时阵，这时阵拄开始就莫甲惊着，头起先你爱互伊有兴趣，互伊有信心，感觉讲即个读即个台文佫袂歹，我好像学到几个词，袂说学到日语、韩语甲迄个法语也是英语共款吼。所以我就是经这10本册，我这10本册就是讲，袂如好朋友共款。这个10本册就是你的好朋友。我这个朋友可能是做航港的，人迄个天棚顶头迄个摆迄个空调迄个航港。你甲伊开讲了吼，伊可能是一个航港的专家。这个航港的专家要安怎讲？你对航港有兴趣？你伫头前的3分钟之内，你就爱，互伊目睭会金。这个时阵你若是有这个效果，表示你已经成功一半吼。所以就是迄个重点，就是咱这个台语的册有这10本，爱拍开心内门窗，拍开你的朋友，也是对台文无熟悉的一个门窗。所以我这个我就经10本啦吼。我一个简单来讲吼，头一个就是迄个头一个就是我家己的册吼，家己补甲袂臭，这就是台语好日子。我相信各位即个学员吼，可能拢会看过，也是知影吼。这本册已经出2016年哦，15年已经出5、6本啦。逐档啊吼，差不多拢有再刷一届，逐档拢有差不多无700、800本的迄个页有咧销。表示吼，其实这用册，因为册是上其实咱所有的产品内底也是文化内底，册拢是上买，因为买册吼爱开时间，爱做认真来读。所以我这本册拢上无拢5、600本的这个销，有通销，表示这个是一个上重要的族群。这就是这个族群，你若是买入了，基本上伊对台文也是台语方面，伊真正会真正去做。譬如讲，你若看一个台语影片笑笑，你可能就袂记哩啊，因为遮济。毋过你迄个买即个台文册，表示你是诚实际吼，诚实际的一个读者。即个台语好日子啊吼，我已经介绍做一届，就是教你撇步啦，安怎一个人听台语歌，看台语剧台语歌即摆是愈来愈济。当然伊的欠点就是，即个新的歌手的开口无够啦，还是讲台语无够顺，这是。武雄老师常常咧讲啊，这关看到这个部分，我感觉吼，因为即摆迄个环境啊，台语已经拢南去甲华语人做伙，有一个台语嘛是华语化，是走前去。过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足济少年辈无即个环境，过来就是因学的台语歌2000年以后的台语歌，其实迄个倒字的问题，啥物做严重。所以武雄老师，我感觉伊讲啊足好诶。头一步你就莫听，莫学迄种2000年以后上新的台语歌，听的是搁较头前、搁较老辈的台语歌。毋过就是讲，少年辈新的一代呢，基本上因拢是看媒体，也是读册，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台语歌的方面，就是你台语歌台语要顺要水开，除非你有即个诚顺诚好的环境，无我感觉是读台文册是上紧的。所以即摆愈来愈济迄个。台语歌仔手其实伊拢是直接看台文册，伊毋是伊环境拢无少年辈无咧讲，学校无咧讲，伊拢是直接看台文册。所以咱即个台文册，即个审定足重要诶。逐个人写迄个笔录也是开口无共，不过你诶台语诶基本诶理路甲文化袂当毋对，因为这是后一批做台语创作，无论是台语歌、播台语剧，还是写台语文学诶，还是做媒体啊，这是上重要。所以就是我即个台语好日子，就是为台语歌、台语剧台语的戏剧因为有公司台语台，而且这较特殊啦，就是你若播台语剧，基本上收视率也是票声拢较好。所以这个而且像八巧门的辩护人我感觉这个剧组足赞伊对各种的语言拢有找专家，而且照顾甲足好的，
伊要求演员，当然脚本一定要好，演员的口音一定要正，开口要对。所以这个八尺的辩护人已经拍落一个基础，我相信未来除了即马原本有的这个8点档的这个戏，可能伊有伊的限制因素。若是迄种10集还是20集的吼，迄种会较幼路、较好、较水过。语言若是无照顾好，无就是客语、原住民语，还是甚至八尺门的这个印尼吼，爪哇迄个方面，只要是有品质的迄个台语戏，还是这个戏剧，你的语言一定要顾甲诚好，要诚顺，哦，毋通袂当离经走前去。我感觉相信台剧吼，台湾戏剧这方面语言愈来愈好，包含公司台语台是华视。啊，做侪愈来愈侪嚟做即个台语剧吼。我发现讲，其实足侪人甲联络的，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剧场，剧场就是咱去买票入去迄个演艺厅吼，足侪人甲联络的。因发现讲，你啊台语讲啊无正无好啊吼，遮个观众啊吼，因会有意见，而且嘛代表伊对即个戏剧的品质。所以吼，就我所在无，以前可能是较技术款的。即马吼做侪迄种较实行迄个舞台剧啊，还是连续剧，因拢要求一定要有一个台语顾问，表示咱规个大众对即个台语的品质是要求愈来愈悬，袂当滥送。所以吼，台语怪问题较重啦，这我咱先放边啦。啊，毋过台语剧我相信以后会当看，甚至伫内底学台语的是愈来愈好吼。吼啊，包含台语剧啊，当然我讲的这10个撇步吼，唱台语歌。看台语的戏剧，哦，听广播，吼，广播我就以前就讲过，广播就是，其实嘛，广播这是广播啊，这另外个讲啊，佫有迄个看表演，啊，佫有迄个看台文册，都是我要讲的台语好日子，哦，这是第一步。啊，第二就是讲一般的入门的人，因拢是读华语的，所以咱来读这台语原来是安尼，已经出2本啦，哦，所以这个达人啊，吼。即个伊用一只粉红色的图案，伊用一只粉红色的图案来传了大家来熟悉即个台语。我讲是册嘛一直在选，嘛摕到金鼎奖，所以嘛出第2本啦。啊，台语原来是安尼，伊家己我感觉就是，互遮个，尤其因是少年人，所以少年辈看即本册感觉笑嗨，因为伊的寸就较大，啊嘛有图，这嘛是推展台语一个足好的方式。啊，出册是较少啦。较侪是即个卖奖业，也是咱的面册、IG， 即个网络的媒体，即个用图加一个台文字，也是一句话，也是一个事件。即吼2、5当前啊吼，种吹嘛是迄几岁尔，足少，而且画度毋是介理想。目一个年啊吼，到即个时阵2023年的8月啊吼，即个台语图有台文字。用各种的方式来教你台语的即个卖奖业、即个 IG 面册还是啥物吼，已经是看袂完啦。哦，所以即个我感觉即个台语原来是上起身的即个做法吼，包含迄个甚至有做者卖奖业伊是有加即个影片，啊，也是讲对议题来讲，啊为台语来讲，基本上要学台语啊吼，台文册是一个拍。因为台文即个你要出册啊吼，你袂当毋着去，即个基础是上好。毋过就是读册配合即个网络顶头迄个教你各种的台语的图卡，公司台语台、华视调台各方面的，你逐工啊吼，上无拢能看到新的文章3篇、10几篇拢有，甚至是全国的媒体即个讨论台语的议题，所以这台语原来是安尼，我感觉是上早用册的方式，有图。有图有事，后壁佫有解说，是用较生活的咱人生咱去拄着的代志吼，所以事上的代志来写。所以我感觉台语原来是安尼，真正是，若是即个囡仔，也是即个人吼，伊较爱看较侪字的，也是讲伊是要了解台语到底是安怎，即本册伊会互伊足大的兴趣。好，过来吼，这拢是用华语来写，台语好日子甲台语原来是安尼。过来咱就是你若完全顺的台文字对一般吼大众来讲，因为拢是华语教育，还是学校几节课尔。伊要入来吼，我感觉我建议是用绘本是上好，因为像我头早讲的，字少少啊，图足侪。准讲你字看无，
你有看图就好啊，就看啊足水诶，心情就是做欢喜诶。啊，过来吼，即个绘本逐本拢有有声册，拢有配音，拢有朗读，所以准讲你字判无，你嘛通听即个有声。准讲你用哪听哪读字，一个字袂输囡仔吼，一字一字来认字。所以绘本是无论是大人囡仔拢会当开始。啊，头一本就是春天伫倒位，因为春天伫倒位足简单诶嘛。因为春天伫倒位是2000年以后吼上时行诶台语歌，幼稚园也是囡仔拢会晓唱。为一个逐个熟悉诶即个声音旋律开始，春天伫倒位开始，吼，为即个音乐唱片 YouTube 迄个串流媒体拢有，串流媒体拢有啊，甲转来到即个绘本，啊，绘本是即个作者吼黄静雅。伊所写诶即个故事，内面拢是全台文字，啊，当初嘛是我咧审定诶。啊，即本册啊吼，绘本足济，即本册到呾是绘本上好是伊内面诶有声剧场，伊诶迄个有声册，伊是请即春天伫倒位编剧 Hank 吼来编，啊，伊邀请足济母语家己囡仔伫内面配音，啊，迄个。旁白是拉就是大练小大伦的因太太，啊，声音最好听，真正是妈妈的声，人拢是专业的配音员甲广播人员，所以这春天伫倒位啊吼，除了会当入版台语文字以外吼，重要就是伊的 QR code 内底这有声，是因为伊毋但是甲当做一本朗读，也是有声剧，伊基本就是一张唱片的规格来录这个春天伫倒位的朗读。所以我感觉就是即本册是用音乐串领即个对台语台文无熟悉的人入来第一本的绘本，吼，而且伊伫今年的迄个春天的时阵，伊嘛真正伫迄个南海剧场台北南海剧场搬即个春天伫倒位即个音乐剧，吼，是根据即个，所以有唱片、有绘本、有音乐剧，这真正是咱台湾即马台语的说个。台语的文本内底唯一一个啦，三项即一二三部曲拢有，三卡谱拢有嘛吼。啊，迄个春天伫倒位，因为迄个春天伫倒位音乐剧是我做台语的指导，所以因为拄开始因做的是时间足逼，所以有时阵毋是介好势。若是各位啊吼，恁若是这可能县市政府也是一个重要的单位，若有兴趣，你会当甲即个音乐剧的即个单位啊，吼，你会当去找，看有机会搁演无？因为我感觉看听唱片，看即个绘本了，若是现场去看欣赏即个音乐剧啊，吼，你对台文也是台语真正真正会听入心吼。这是春天伫倒位。好，啊，即个大家吼，那听我讲的，你会当甲这点起。因为我放这音乐台听，无家己点，你会当听这春天都会。相信我感觉大家拢听过啊，吼，这真正听起来就是，我感觉台语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讲台语也是学台文啊，我有一直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互你听学的过程当中足欢喜，感觉就是春天是同款，啥物拢足好诶，啊，花开甲满满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互你心花开的迄个过程，吼，好过来吼，真批吼，真批是阿尼米啊吼，伊是一个摕到咱全世界上重要的绘本的迄个比赛吼，是迄个意大利的波隆纳的即个，伊摕过2届，啊，这是第2届哩用即个真批即个台语的绘本摕到国际大奖，吼，啊，阿尼米是一个做。伊是一个浙江的艺术家吼，伊无啥甲人甲人交配，伊拢伫台中伊的工作室内底理画伊的图，吼。啊，这真批啊吼，是写互即个世界树啊，也是写互家己的一个绘本，画甲真正有够水。这已经毋若是一个绘本，应该是这会当，这是一个画展一个艺术的作品。毋过啊吼，伊甲树啊画各种各款的即个样貌，各种的形体，用各种的色水，讲一个，伊写这真批其实是一个找找家己，也是熟悉这世界过程。啊，这真批较特殊的就是，逐个当点下骹这吼，伊毋但是绘本，伊阁有这个较像一个
小电影共款，伊是用伊的图，伊的图会颠动，配合即个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廖淑贤的，伊家己人，所以伊的台语绝对无问题，伊的念头配合廖淑贤的伊的音乐，所以做有感情的会当讲，即本绘本是到当为止台本绘本上水的一本作品。这真批伊的效果足大，这真批这个对咱台文绘本的，也是咱台文影响足大。我感觉就是因为大家对台文较生疏，所以咱有各种的类型、各种的作品，拍去无共款的口味啊。真批伊可能是较文青、较绘本的，伊这个册有伊其中一张图牵伊迄个新年过年的时阵，迄时佫有碰过迄个报纸。规版的甲伊的图放伊的顶头，真正是头是应该是历史的第一个，甲台湾的即个绘本的图放伊即个规个报纸全版。伊即个大家点开即个真配即个，你看真配即个，大家当先听者伊有11万字，12万解。伊即个台文的作品变做。有迄个有声作品放 YouTube， 做者，伊即马可能是第一名，因为Hebe 就是迄个 S.H.E 的迄个其中一个歌者，Hebe伊伫演唱会内底，就放即个真批即个图，有踮即个台语诗，所以足侪人是安怎会来看读真批来看即个影片，是因为 Hebe 演唱会，足侪人是因为 Hebe 的介绍来到即个网站，同齐时知影讲有台文即个文字遮尔水的作品，会当念了，台语会当念了遮尔水，所以这是一个诚成功的即个例啦，大家会当来听看觅，会当家己来听看觅者，廖淑贤的声高个甜，真有感情，所以这是纯粹第一位是囡仔传了囡仔第一本，一般也是爱看艺术、爱看水，也是爱听歌的人，真批我感觉是一个。你会当介绍互伊去读第一个台文的绘本，而且拢是咱教育部的正义过来就是那个曾家印老师我感觉绘本呢，即摆全世界毋但是台湾，全世界绘本的画法做法已经是足一款的。家印老师是师大台文系的教授啦伊就感觉讲绘本拢是甲囡仔伫讲笑话囡仔讲一寡甲事情的代志，是古锥的代志。其实家印有一个理念，就是讲，伊家印本身即个，你若熟悉家印的人，伊就是讲话细声最好听逐工的穿搭拢无共款，足古锥的所以我拢讲是伊是古锥的头人可爱教主就对啊。毋过伊对人古锥，毋过伊伫学术的研究底子是足够的。而且伊真有理念，伊希望讲咱绘本毋但是讲绘本，其实会当加一寡。社会议题、人权，也是讲性别平权，即种较正经较严肃的主题，伫即个绘本的内底就讲互囡仔听，所以伊就用三本石虎，佮有鸟佮乌熊，这三个来讲咱即马政治社会即个议题，这是而且伊毋但是有绘本有台湾正字，伊佮有迄个动画就大家会当点开当讲伊就直接安尼，你甚至毋免买因为这个绘本即摆伊当销完啦，你会当直接看这个影片。可能有一个代志头个毋知，就是伊到尾佫有迄个点图笔，点图笔就是你的笔放伫即个册顶头，伊迄笔内面就会出声念互你听。这主要是互迄个目暗的人，就是咱讲的青眉的人，服务即个可能看较袂清楚的人，所以尾仔伊佫有出即个点图笔，这是即个唱家己的歌，即个绘本的尾仔的发展就是讲咱台文的出版也是台文的产品，有一个足重要，有一个较华语无共款是，因为华语的发展较久，而且伊出的作品是足济，所以就是讲伊大概出册就出册。袂教其他的物件，毋过咱台文的出版品，因为即马咱学校教育佫无够矫正，所以逐个人毋过听台语基本上是 OK， 所以就是有声的作品，
啊，为有些作品，敢若写尔，变做甲图、甲文字做伙变一个动画。到动画了，我感觉台语的绘本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伊会去顾虑着讲，因为咱台语上无伫这台湾的时候是较弱势，所以逐个去思考讲，这若是伊的情景无，比如讲目暗的人、目睭看无的人，伊若要读这个绘本要安怎？咱会去顾虑着左右的，就是左右的较弱势的人的需求，这是台语除了有声，也是讲活动足侪另外，佫有一个重要就是咱会，其实就是足大心的就对啊，这是曾家英教授的这唱家己的歌过来过来就是即个台文的绘本，我头讲的台文绘本这5、6档真正是出有够侪册，做旺的。啊，毋过就是讲咱早期的绘本，像我神话白乌金人生，我讲的是即个高雄蚵仔料啊，即个一个神话白啊，伊数人画家要70岁到画大，伊画的是迄个讨海做侪戏法甲技术，别人早期的绘本拢是较主题，就是伊要讲的物件，可能是一个议题。一个功夫，一个人，伊讲的主题是做明显的，足强的就对啊。啊，毋过就是讲，有时阵咱要读一个绘本，也是要读一本册，也是要感受这个语言，毋是有时阵啊，就是要放轻松，也是一个起毛字啦，一个感觉尔。所以这个热天的时阵啊，我感觉最赞的就是，伊即本绘本是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啊，来，伊共同创作，因是我会记是屏东李港的人还是对，因落要甲细汉的时，就是因雨要落来的时阵，迄种闻到种气味，迄个过程啊，甲画落。所以这个热天的时阵啊，雨落来的时阵，咱就你来到下港啊，像阮下港这热天到落，闻到山影的味，透南风，过来就是西北风，啊，即摆咱中南部下港嘛是不时逐个。就是定定咧落西北雨，伊写诶毋是讲要甲你讲啥物议题，还是啥物主题，伊就是甲一寡感觉，用即个图样，用即个，其实伊内面诶图啊，无画甲足幼诶，伊就是人足开阔即种感觉，用即个色水，用即个气味啊，互你感受。所以我就是有时台语诶作品，即摆有一条路就是开口莫晓动。伊开口是一个强烈的风格，有时阵就是互你一种单纯的快乐甲欢喜。你读绘本的时阵，就是华语的绘本啊，甲世界绘本啊同款。你读即个绘本就是一种啥物讲较趣味，就是嘛无要做啥物代志，你就现即个绘本，看即个图，你心情就敢若做欢喜。啊，看过来了后，若是我度啊你困一个觉，你就困去啊，这嘛是一个真好，真轻盈一个感觉啊，所以这是热天的时阵，当然内面拢是正台文字啦，是卢美清教授台文心得啊，你会要了解，因为可能大家手头无济，你就甲这个点开，我这拢袂叮当的，大家会当点开家己来看，迄个愈的夏天，好过来这个。即摆愈来愈侪人，即摆就是伊本来是画华语的，啊本来就来讲台语，也是对台语有认同的人，愈来愈侪人来画即个台语绘本。像林小飞啊，伊嘛是伊的作品去日本出版，嘛是得国际大奖的一个绘本的作家。啊人啊人真诚实，做活跳做活开的。啊，伊对台语本地就做有心啊！我私底下联络伊，会写做一寡台语的散文，讲伊家己的故事，做有心的。所以就是伊的本地较大是华语的，啊，伊尾来出新版的时有请卢美清教授翻做台文本。啊，即届伊即个大潮店动物园，就规个拢是台文的。啊，毋过因为伊是一个高手，算绘本已经有国际大奖的一个绘本的即个画家伊即个画即个大潮店动物园啊伊有大潮店的元素，啊有足侪迄种大潮店咱去柑仔店买的迄个物件，伊就甲大潮店当做一个动物园
啊，就带囡仔还是带大人，去大稻内底吼，蜜小吹，有虎啊，有兔啊，有各种的动物，安尼个蜜小吹。啊，为这个蜜小吹的过程当中去熟悉这个大稻埕历史啊，伊的建筑啊，伊卖迄个南北议会啊、大料啊，还是各种的方面。所以就是活跳跳安尼，叮叮咚咚安尼伫遐来熟悉大稻埕。啊，而且伊有内面有做地图吼，介绍即个咱台湾啊吼，就是柑仔店下面的物件，啊有台湾汉字甲罗马拼音，啊细细本啊，毋是介大，啊伊用色甲线条，毋是一般咱讲的，咱一般的绘本拢是做颜色，线条做清楚做高就无。伊有家己的风格伫内底，会当讲啊吼，台湾绘本啊吼，有自拄开始，伊可能是要推崇咱的台语的特色，还是推是啊议题，还是咱台湾的知识。到尾啊吼，咱因为愈来愈济啊，所以咱莫去学即个语言白调咧，莫去学台文还是台语即个语言白调诶，咱用即个语言会当讲万事万物，所以即个绘本是行伫较头前诶。吼，伊的量较大，啊，人才吼嘛是愈来愈济，就是用即个语言，有时阵若是讲台湾，伊是语言会当讲咱生活各种的一切，这就是大稻埕动物园吼。啊，才有伊的访问，你看伊去访问咧笑眯眯啊吼，你就讲，这个绘本的作家伊毋若是画图，伊感觉那画吼，那佚佗安尼吼，这是即个，所以我拄开始啊吼，你也要介绍。人来读台文啊，有5款的绘本，啊，你通拣一本啊吼，你要介绍迄个人的朋友啊是学生，伊是啥物兴趣，对啥物兴趣，你着先送一本互伊，吼，这是迄个，也是请伊来买，吼，这是5本的绘本来熟悉即个台文。过来吼，最近昨日啊吼，迄个日本的首相麻生啊，前首相伊来台湾，啊，日本人吼，即我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讲，即马愈来愈侪日本的媒体、政治人物发觉着即个，甚至是国外美国的、澳洲的，发觉讲咱台湾啊吼，即个认同台语是较会当代表即个国家的一个语言之一。所以，因对这愈来有兴趣。前一阵仔有一个迄个咱驻咱台湾的迄个代表处的大使吼，伊用台语来，伊要走的是伊要消息的是用台语来讲，愈来愈侪人是安尼。伊看咧台语会当教咱的人民语搁较活，吼。啊，包含甲咱台湾、咱台湾甲日本啊，就是较密较活吼。即个麻生首相伊讲伫日本伫咱的演讲的时阵，伊就讲哦。台湾人做爱海贼王诶，看读海贼王，迄个鲁夫诶，迄个伊用鲁夫来比喻即个代志诶关系。刚这时阵伊嘛介绍着即个阮光明、阮光明诶，即个永久柑仔店，伊讲哦，永久柑仔店有5本，伊伫日本有翻做日文版吼，日本诶册店看着吼，所以就是讲日本人伊要了解熟悉一个地形。一个所在，也是讲伊要放轻松，也是趣味啊！因拢是先读红仔册，哦，变做台湾即马愈来愈侪在地人，一个迄个创作者，伊嘛是理画红仔册，漫画家啦，所以变做红仔册是咱台湾甲日本的一个相接的点，这是一个真趣味的物件。比如讲，前一阵仔有 NHK 问讲，伊要介绍台语即个语言，伊感觉日本的 NHK 的观念是讲台语是一个有危险的语言，啊 NHK 要来访问，啊伫访问当中，伊会当找足侪人。其中有一点就是 NHK 知影讲日本人对红仔册，讲到红仔册目睭就金嘛，所以伊就世界去问讲，咱台湾有人用台语来画红仔册无？吼，啊尾后是介绍迄个陈澄波的基金会。伊即马迄个乡地母就是集合即个，按算要出100多本的迄个红仔册，伊即马当咧画即个台语台文的红仔册，我就介绍互伊啊。所以就是讲，有了对日本也是在少年辈，红仔册是因思想咧读的，嘛是有兴趣。所以即个岳阳啊，春阳啊，翻做岳阳啦吼，伊就画2本，一个是伊就画即台文红仔册吼，唐德宗，啊，佫有一个是巴克勒。吼，伊拢已经出版啦。这是
即个唐德宗的台文红仔册，伊毋是台湾第一本的台文红仔册。毋过吼，伊即个内面吼，用即个台南的即个人物来画。红仔册有一部好，就是讲伊讲的，因为是日本时代吧，伊迄甲日本时代的风俗啊、背景清楚，也是建筑街仔路，也是伊种爱画做清楚。所以你读红仔册的时阵，这内面的唐德宗内面字拢是台文字。你若看伊讲台语啊，你就后边啊，即个图吼，画即个红仔图，就是画啊真拄真啦吼，袂输你行入去唐德宗的即日本时代台南即个所在。啊吼，咱看即个红仔册，咱实在台文，这是因为绘本的字较少，到红仔册字就较济啊。啊，毋过红仔册吼，即个字较济的时阵，你会当用边仔伊即个红仔册边仔即个图，也是人的动作，补助来了解即个台文字。吼，这是迄个，因为这本册我会记无配音啦。啊，毋过你也有兴趣的人啊，其实我相信你台语有基础的人啊，吼，也是会晓听台语的人。你看这本册，你就哪看这红仔册，会当哪学台文字。吼，这是一个我感觉为绘本，佮爬一眼起的时阵会当读红仔册。啊，毋过啦吼，这个台湾红仔册伊有伊的时机，这个工样，这个创作者伊是真正足拼足强的啦。伊感觉有需要，伊就无面无利做。其实台语无啥个，共拢请足侪朋友来斗相共。实在是一个少年人足拼死的对啊啦吼。伊就画两本，就是唐德宗甲巴克勒。啊，甚至你唐德宗佫有再选咯，嘿，佫写甲佫袂歹，这是一个真赞的一个例吼。毋过就是爱讲到一点，就是为绘本到迄个全台文字的吼，中咱佫欠一个迄个华语叫做桥梁书啊，就是小接的，就是你的程度无遐好，需要有一寡补助解说，就是迄个青少年的即个图本也是册。吼，即摆台文上欠着即部分。啊，我感觉第一步就是像这红仔册，台文红仔册是愈来愈重要。即摆敢若出的量，阁无较济啦吼。好，过来为即个，我甲你讲迄个桥梁书啊吼。即摆我未找着较好势台语讲好。我即摆暂时讲印刷册，印刷为上基础的台文的熟悉这文字到读几本的。我感觉即摆目前啦吼，上好印刷册也是即个小王子的台语版。所以小王子的写甲最好是大人囡仔拢会当读，吼。而且伊的故事，即个作者足厉害，嘛毋是足厉害，就是法国人写作就是啊。伊有时阵袂甲一个代志讲互做明、做透的、做清楚的。其实伊是活伫一个幻想伊个世界。啊！伫幻想的世界内底，咱的读者也是读的人，会当伫内底去找着你家己的成就。吼，这就是小王子上赞的所在。吼，啊，小王子是一个200多种语言的版本。啊，咱台语嘛有伊的版本，客语嘛有，广东话嘛有。啊，这本册是前卫出版社的这个版，即摆伊上无有3个版本。吼，阿勇的甲就是小王子的迄个台语版本上无有3个啊。吼，啊，这个前卫版本啊，吼。即个因为是我审定的啊，佫有配有声，啊，网络嘛较买会着。啊，内面伊的配图啊，吼，头前是101，台北101的小王子，小王子就走去101内底。另外一边是迄个台南的赤坎楼，吼，袂输即个小王子真正来到台湾啊，甲你讲台语，吼。啊，即本小王子的册是高达用教育部即个。这个用字啊，吼，咱讲的迄个台文字，吼，所出版的台文册当中，销价上好的是一个大实惠，即摆差不多要破万本啦，吼，这个出版社有咧讲就是差不多要1万本啦。即种小王子本地伊的无就是华语，伊的华语版本地就做好销的。我像台语，我都销到1万本，这是台文的出版，会当讲销价上好的。哦，当然伊做这元素啦，比如讲。有人编啊，有小王子的即个册，伊就买。第二就是迄个伊对台文有兴趣。啊，第三就是讲，我想要看卖者，这小王子到底是台语讲，还是讲台语生做啥物款？
啊，第四就是里里扣扣，伊可能看这水啊是事件落来买，吼、所以就是即、个，逐个若为即个绘本开始，你初捌一寡大文字了后，你会当看即个唐德宗的红仔册，吼，伊有足侪图来补助。若是文字较济，其内面即个相纸内底图嘛诚济，毋过即个图基本上是一个拖出去，毋是说明的嘛有啦。毋过图吼会当补助有限，重点是你册迄个大文字爱看有。啊，基本上吼，会去买相纸的人，伊对这故事其实拢已经读过华语版本，甚至读过足一届，所以有拍一个底伫内底。啊，去读大文字的时阵，准讲这字看无，毋过伊嘛译会出来，因为伊知影华语是安怎，原本是安怎。准讲，搁有一个就是伊有请即个郭雅美王美老师啊，吼，伊就是台语的原啊，啊，甲迄个北面龙基啊，最近个五万语偏见的迄个班内太太吼，伊主要来带领来念即个小王子，哦，所以这就各种的即个，我感觉台文的出版会当讲是用心计较啦。用图、用解说、用有声吼，想办法互你较舒适的吼，较标准的、较完整的来读台文吼。所以小王子希望大家到时佫催一个，连夜要破万本，佫再说一届就1万本吼。希望若破万本对台湾出版业来讲，因为即马册较歹销嘛。若是我着破万本，这绝对是一个，毋但是台文，也是出版业的大消息嘛，吼。好，安尼，即拍咱的上尾一本，吼，这嘛有迄个声音，就差不多逐本拢甲声音同时进行影片。上尾一个吼，我感觉就是上尾就是刘生贤教授的即个语言学家解剖台语，即本册嘛是，莫讲是台文啦，可能有史以来。伫台湾文化册啊，吼销了上好诶，吼，嘿，这互人料想袂到啦。我会记得是，旧年诶册顶啊，迄时阵出诶，吼，迄时阵伫册顶诶时阵啊，吼，因为迄时阵佫疫情咧假嘛，还袂完全退啊，吼。离即个参加诶即个出版社吼，佫较少。啊，这出版社吼，啊，迄个时阵就一个事件，伊是一个较独立册店诶迄个家内底。想袂到吼，一直欠货，一直去互买完，吼，所以表示讲头一听大家看到文法两字吼，目条就角角，吼，无论是英语的啊、日语的文法，毋过啊，新人教授用一个趣味的方式，用伊家己的角度，吼，甲来解破即个台语的文化，啊，讲到咱生活当中，也是咱咧讲这语言无注意到的代志。所以这嘛是，我感觉这是台语较特殊的点，因为是华语，咱自细受教育，基本上拢讲死啊嘛，就是这个是啥物意思，这个字是啥物意思，写就安怎，咱课老师会甲伊解说，啊课文拢有解说。毋过台语因为教育较少，所以有足侪误解，吼，甲逐个猜疑，甲谣言，所以这个。变做吼，做一台语的迄个新闻，伊就是问讲啊，这是啥物意思？是安怎安怎？就是有诶哪对哪毋对诶，所以就是讲台语是一个有一寡青疏，其实佫熟悉语言。伫即种青疏甲熟悉当中，有足侪误解、足侪误会、足侪偏见，也是咱毋知诶所在。即种诶无了解，即种欠缺，变做一本册，伊会接成人诶原因，是因为逐个做这台语。有一啊熟悉，佫无熟悉，所以咱会透过一本册，甲你解看，甲你解说，讲互你啊讲哦，即个代志当时啊是安尼，哦，啊，新贤教授的理路足好诶，伊本来嘛毋是学文学诶，哦，伊诶理路做逻辑足好诶，啊，内面故事内面诶迄个文字讲啊真正诚趣味，啊，真正看了会用笑嗨嗨啦，哦，所以就是，若是即本册真正嘛是再说几啊届。伊是无小王子遐济，毋过有可能啊，我无去问啊，有可能是咱即摆目前的台文的即个专门的册吼，销了上好前几名就对啊啦吼。这是我头起先介绍即个第一阶段吼。各位你若是即个我做一个结论就是讲，各位你若是拄着朋友啊、学生啊，对即个台文有兴趣的时阵，
你就免丢丢，拍死这个人仔咧，这个连结互伊讲，这个册你拣几本来读，先互伊直头初步对台文有兴趣，袂需要头早讲的吼，即我这里来面讲的，这拢是会当你碰一顶到吼，无人无呢，也是要困进前，也是你家己听的时阵啦吼，来读的这日文的迄个册，一工读一点啊，配一个点心，你就甲家己，甚至啊吼。摕即本册甲朋友来开讲，讲哦，即本册写这是啥物意思啊？在读参详，还是做者会当直接甲即个绘本来送人啊吼。豆豆啊吼，你着对台语甲台语有一寡了解，有一寡兴趣，这是咱的初步啦吼。后来咱第一趴先讲到这，吼，好，安尼。好，安尼咱先休一下吼，咱安珠老师，咱即马休一下，咱11点又转来，好无 ？OK， 好，咱11点转来吼，我先去啉。好，谢谢。好，咱头是入门的嘛，咱11点开始有较硬斗，就讲较深的这个台语的话题吼，咱11点转来，吼。现在年轻世代会讲台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为了延续语言生命力，关怀文教基金会常年推广台语文化。2021年10月2号下午，基金会特别在彰化台语文创意园区举行台语电影座谈，播放由国宝级演员杨丽花主演的电影《回来安平港》，吸引许多民众到现场看电影。总统府资政姚嘉文也到场跟大家一起同乐，希望透过电影让大家欣赏台语文化的美丽。这个园区甲文化部县政府合作这个所在，来推动这个特别台语啦母语啦特别台语，所以咱采用唱歌、演剧、放电影、放音乐剧，加上罗马里班各种方式。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虽然现在的政府不像早期一样会限制说台语，但还是有许多年轻人不会讲台语，所以特别成立台语文创意园区，并举办展览、电影欣赏、唱台语歌等各种方式，就是为了把台语文化传承下去。有啊，迄种感觉甲看国际的感觉无共款。迄个，咱咧讲迄个 style 啦，英语讲 style 无相共款。嘿，甲咱的
甲咱安尼示范落来吼，顶代来迄款生活模式较契合，比较契合一点。即个咧放的迄倒来安平港，就是咱安平追想曲内底，对所以有一寡民众可能会感觉讲较亲切，安尼，因为像杨丽花算是即马可能是咱60几岁、70几岁怀疑咱欧吉桑、欧巴桑较早的偶像啦。对，所以因可能对这个部分，会感觉较怀念、较熟悉。关怀文教基金会组长曾满善说，这次举办电影座谈，是因为每一部台语电影都有丰富的历史故事，还包括台语歌曲。来看电影的民众，除了重温小时候的回忆，还能感受到当年的本土文化。之后还有更多的台语相关活动，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台语文化。记者陈文旭、李金生彰化报道。不管电脑还是在讲这个绘本，这个绘本它是这个绘本这盖看甲以前看都完全无共款加做生动活泼这个国高雄这个地点，几年就开始到11月14，大家拢欢迎大家会当这阿母招阿爸，老顶招老太，厝边招隔壁。大家拢来遮行行看看。我想咱家己知影，家己文创意园区就是希望伫这个基地，互人拢会当通去经历，跳进咱家己的本土的语言，咱的文化，咱用无共款各种的方式，不管是唱歌，不管是演讲，不管是写文章，不管是演电影，不管逐项拢会使。咱对幼儿对细汉囡仔开始。所以，阮是讲用这个绘本，较简单，会当简单看图，来了解这个囡仔因所关心、听有、看有的这个风度。所以，而且咱用绘本的方式，就说一遍一遍，咱这活动其实是一遍。当然希望大家人会当看着讲，对囡仔人开始的这绘本。
咱有收集足侪艺术品，足侪的即个方向，这就是一种的开始。咱希望有家长有囡仔有大家会当做伙来学习，所以这就是咱想办一个，互大家先了解是，咱以后是陆陆续续一直拢会各种的活动。这边的即个即个画本的即个展览，咱有几个月，就今仔日就正式来开始吼。希望大家包括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囡仔，大家拢回来，足侪。不但是遮已经有了，以后还佫会增加足侪。咱嘛，而且嘛有看到，遮细囝因家己画，家己讲，变做画本，咱嘛会当伫即中间来推广，大家囡仔嘛拢会当出家己的画本。我想这就是咱真期待的工作。这就是咱推动本土语言文化的一种的做法尔。今日非常欢喜啊！了后李馆长来咱海文创园区参加咱这个海绘本，我高兴7个月课。那足感谢咱中心以前县长，伊创立这个。好。安尼听有嘛吼？听有吼，若是无问题，我就继续来讲吼。迄个头拄仔讲的，咱迄个边仔即个，放一个网仔咧伫顶头吼，就是迄个扑起来啊吼。你着拍即个台文斗闹热吼，册顶7、5节，伊就是介绍，伊就是册顶啊，甲即个册全部拢捡下来，吼，逐个分组文学创作各方面，吼，逐个就是算你较俗的就对啊，吼，就即个册顶，拄开始就是嘛是拄出版尔，吼，即摆拢做新的，就是迄个偌号，吼，拄开始是偌号嘛。即个黄玉钦，即个先伊画即个偌号即个绘本红仔册，佫有迄个黄光明吼，一块青啊，佫有做伙来踅大场，掠头讲着。前批《蚵仔夜行军》即个前回出版的，即个米小吹是台语版、华语版拢有吼，即一首真正买无呢，因为即个作者摕着国际大奖，画甲足有路的，所以伊头一版啊吼。头一版至少销人佫再选吼，等等，佫有洪浩电的即个作品等等啊吼，就是即个因规个即个册顶我看着惊一条，就是当时啊，咱的台语的台文的创作已经遮济啊，你看文学创作，当然有的是华语，有的是台语的啦吼，遮济你看过较济哦，即几档啊吼，台语的即个。出版，台文出版都遮济啊！你看，一直有，有新的有旧的，毋过旧的嘛无偌旧啦，有单音的吼，单类的，那春水老师即个罗汉秀，闽阳老师重青，陈明年老师逐一年读的吼，就是爬行的故事，白话字、罗马字的嘛拢有吼，佮杨敏老师来开破即个台语小说史吼，你看。遮济哦，这是文学创作，这也袂装修哦。过来就是欢迎的文学，小头多，等下我会介绍吼。即嘛有囡仔王子，就小王子的阿勇的版本吼。这外国文学是较少啦吼，毋过伊愈来愈济哦。过来台语学习哇，这就头拄就是咱头拄介绍吼，即个信涵老师的即个看看版。结果啦，话周明忠老师吼，即个台语原来是安尼，因出3本啦，做达人传。佫有即个用钟宪兄吼，伊扣是即个收集即个台语较贵较新有坎坷的即个俗语就是伊论文一解说啊。即本册毋但是一论文，因为咱台湾啦吼，讲着贵讲着是个俗语，有足侪故事。足侪互你料想袂到的代志吼，即逐个当来读即本我大吼，逐个真正要来看即个台湾
台语俗言几成句基数，这真正真趣味哦，对啊。啊，当然嘛有就讲介绍俗语的，认证的安珠老师的，做者，因为即马检定愈来愈侪人来考啊，嘛是爱做功课啦，需要遮个册、遮个教材一个一个做功课，你看，你看后壁一直扭，台文教你台语也是开条台语的，本地就足济啊，哇，后壁佫足济，过来文化研究就是甲台语有关系即几本书足赞诶，即个方方仪红方仪是经差不多伊是50篇，毋过差不多100外条歌，解说伊诶故事，伊安怎互音歌者诶即个故事，即本真正赞，即本真正赞，真正是即阵啊，我感觉就是像安珠老师讲诶，足济台语歌曲诶毋若是倒字诶问题，佫有。就是单达讲的喙口里边，就是迄个韵，甲即个语言爱下，毋若是即个问题是上基础的，你互因爱讲，可能就是台语的歌路、伊的历史、伊的背景、伊的气味、即个时代，即本册真正看。当然配合即个培宏老师的即个讲咱台湾歌的即个历史等等，佫有台语片，佫有即个。肖老师的伊的迄个册等等，所以你看，我了算一个台文册到的册店卖册就差不多成100本100外本啊！这真正是想袂到这个目前呢咱台语的册遮尔啊济啊！伫这当中啊我伫乌卡比头早这个网仔链啊这个入门溜到上尾啊！上尾啊，伊就另外一个正解就是8日间起哩8间起哩，就是入来这台文世界。这个就毋若是头早啊，迄是咱入门篇，伊是一个气味尔，互大家有兴趣，轻轻松松来读。这就真正爱一字一字做功夫。毋过读这个文字是有难度的。毋过因为我拣的这10本册，伊拢有伊的深度，伊的趣味，有诶伊迷人诶所在，所以就是我拣这所在，拣这10本册，就真正就是甲即当做一个完整诶册，来读入伊要讲诶物件，伊诶内容。毋过伫介绍这10本诶，我要介绍这10本，我拢会抓一个点，是安怎你要读一本册？即本册会互你会调诶原因是啥物？我就要拣这10本册当然，我伫台语无共款，台语真正变啊无共款。毋若是即马做者少年人，也是做侪人感觉讲，台语买无去啊，也是讲有危机感、有感情，也是感觉适拍兴趣，拢有。毋过我上重要目的是，以早你若学台语，也是遐讲台语，毋若讲是莫讲揣无头路，也是讲揣无头路，也是安怎？你可能就是。你就是用点记做记号啊，甚至找无头路就是有一讲以早政治社会的问题。毋过即马是安怎愈来愈侪人读台语，对台湾有兴趣，其实足现实的。头一个就是即马即几档即个学校的迄个课愈来愈少，毋过台语煞有课足侪迄种台湾系学生，因为即台湾专长入去学校，我就占着课。伊共的呢，即个师院同学我了无受，找无头路。找无迄个教册迄个课，连到台语有开，有一阵个课开足济，所以这其实是足现实的。你有一个课，就你有一个工课，有一个供应感，就足济人来做。过来就是像台语台、华视、调台，也是讲镜新闻，也是足济 YouTube。台语变做一个，你会晓讲台语，读台文字，会晓教台语，会当教学校教册，伫媒体食头路。有足侪活动是文化推广，规个活动甚至变做言论领袖，变做 KOL，所以我感做现实的啦，你有会当找到工课，找到头路，会当趁到钱，你就会供应感，有供应感就变做一个事件。为着要做这项代志，你就需要册，因为你的媒体也是看影片，迄拢无法度学到做矫正的。我就定睛重点是你爱，就是这时阵册就是上重要的，你就爱一字一字一篇一篇来读，
所以我遮就建讲为散文、翻译文学小说，甲选择来学即个台文，这就真正是真硬斗爱真正爱开做一个时间来做。不过来咱一个来讲我感觉学台语嘛是爱为散文开始。诗啊因为诗有时阵，我感觉诗嘛诗会当来写看嘛，是就是短短的字。不过你读诗有时阵啊较无就规歌规串的，迄变做诗是已经是较悬坎的语言。咱为上基础的散文开始散文甲散文拢会开始。就廖耀辉老师，伊本来是写华语，而且写几啊本。伊的册啊你去迄个一般的册店拢摆几百个，因为大家伊买。伊讲的故事袂讲出深的，伊讲的就是伊教册。伊的生活，伊的处理拄着的代志，秘书是你的好朋友，甲你有时阵拄着开始细细念，有时阵伊的人嘛真笑，伊毋是一个高高在上，伊家己定定坐车的时拢坐毋着车，是时间袂赴，即边无头绪，啥物有时阵无头绪等等，对做这代志有时阵，伊有家己的看法，有时阵佫做车，所以我感觉就是伊即个个性足侪人做兴伊的散文，做爱看伊的散文。伊就甲伊华语的散文经甲台语气味较会合，甲改做台文，而且嘛有配音家己来念的会当讲较活跳跳的这就是迄年春天。迄年春天就是讲伊甲伊翁啊伊牵手，熟悉过程。迄边是全台文写，毋过。伊过程真正是太趣味啊，所以到尾啊，你就袂感觉你是台文，是袂输你真正你家己你相亲，还是你的亲戚朋友，还是你的事实你相亲的过程你就感觉当时人生有时阵毋是你料想的安尼，竟然有意外的结果，而且是一个幸福的结果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时代咱欠的就是做压杂的工课还是家庭做压杂的，有时阵读一本散文，会感觉足烧脑的笑哪笑哪敢想到家己嘛是安尼，还是朋友是安尼到尾迄个结局，读这个散文，念咧，你的心情就感觉足烧脑的。这是迄个廖耀辉老师的这个台语散迄年春天。过来伊的姊妹判这个刘警官女士因两个是做马子的就对啦。伊写台文写作品拢寄对方拢互伊意见。所以因两个是真正是姊妹判，华语讲的闺蜜啦警官老师伊是因为因后生迄个英性就是大家拢知迄个周英性就是做骨力咧推销这个台语。这老母真正嘛招小囝，嘛是伊是算迄个中华园林的人，嘛知影讲这个台语重要，伊就甲捡倒转来写这台语散文伊听讲伊第二本。要好啦，毋知影哪未出毋过上无咱会当来先来读这个行袂着顶啦咱讲行袂着顶，这就是有时阵人就这就是台语一个俗语嘛，定定听着嘛。有时阵咱人就胆嘛，对一个代志无把握、无信心嘛就毋敢做。这时阵就讲一句行袂着顶你若去惊，你代志就袂做嘛，咱就较拼死的、较勇敢的就打头较早就甲拼落去啦所以干那这个小记就来，互人喜爱笑我感觉尽管女士有一个足赞的是，伊本来是写华语的，伊的作品嘛真济，嘛真有伊的坎站就是伊是真赞的一个华语散文作家。伊要到退休的年岁，才开始学台文你也知影讲念少年的这个目睭好、精神好、体力好的时阵，学台文就已经做硬斗的就要退休的人来学，这过程当中我感觉伊是正讲的有勇气咱人会勇气有时阵是拍破你家己你毋敢做的代志，毋捌做到的代志，行你迄条路，这就是正讲的勇气。这个行袂着顶就是写伊退休了后的故事。你退休了可能去公园运动，拄着共款伊是退休人士的趣味故事，嘛有讲着伊。中华故乡原林老爸老母伊细汉的记忆伊的这个警官女士做啥物代志，就是稳稳做，了做，做甲足顶真的
真有气质。所以吼，你读伊诶散文啊，甲即个玉辉老师诶，即个完全无共款。即两个人是好朋友，个性都无共款，就是两个字，就是心性，就是心性。我感觉就是做任何诶代志也是学习，你先找着心性诶所在，你较会嚼，会透啦，所以就是廖玉辉老师。刘警官，过来就是这个秀荣老师。我相信大家你也伫教育界对秀荣老师实在是真熟悉啦，伊真正嘛是一个规身你推上台语，伊即摆出2本册啊，我咧唱歌，咱来读读。这2本册我会记拢有再选，拢销甲真好。而且伊拢袂像阮伫报起来册店拢是线，伊是一届拉规批落定规批的迄个册吼，我感觉即个秀荣老师伊伫教育的现场，台语学习的现场，直接甲遮个学生也是要学台文的人相拄面，伊知影逐个爱是啥物，需要是啥物。我感觉即本就是足实在、足实用的，就是有时阵咱要学台语的时阵，也是你讲着啥物代志的时阵，即句要安怎讲？即个意思，即个情景，我莫用台文来写出来。秀荣老师，我感觉伊嘛真也勇敢啊。我咧唱歌就是为0岁到50岁，写伊每一个年岁伊拄着的代志，就写一篇散文，10篇散文。等于就是讲，伊是人生的词典。我比如讲我即摆35岁，我即摆46岁，46岁我拄着问题，我伫迄个散文内底，迄头前后壁会拄着。我读过了，我就拄着即个，比如讲，婚姻的问题，有一寡俗语，安怎解决、安怎开破，伊内面伊就讲互你听，词甲规句拢讲互你听，所以就是足好用的就对啊啦嘿。我有时阵，尤其是足侪学台语的人拄着即个代志，我毋知影讲咧，你就来编我咧唱歌，差不多迄个年岁的时阵，迄个主题，毋过到咱来读读啊，我咧唱歌是纪念体，就是一年一年的。咱来读读，就是用事件的故事的主题来做这一篇一篇的。等于是一对相生啊，这个年岁的时阵，你会当根据主题，我现在拄着啥物代志的时阵，毋知要安怎讲，我就来读一本册，2本拢会用对照啊。咱来读搁较大心，有请查某囝画一寡图解，就是有图，有台文字，搁有一寡功课问题，互你来探讨思考。所以我感觉我咧唱歌，咱来读即对相生的册啊，若是学校，尤其是咱学校的老师，也是讲社区大学，也是一般大众要来读即个台文册。我即对相生啊，真正是拢爱来买落来。你著好读，会当教。安怎讲台语、写台文上基础的用词字句，甲写法，拢甲多教文，这真正是一个真推荐的啦，那当然，咱秀荣老师是咱教育部书店反托的念头，就是伊念的，所以咱伫教典迄个福音听着伊，当然一定爱。一句一句念互你听，所以共一个时阵伊遮内面教的有些动，就是咱学校即个朗读也是演讲比赛，就是要正音的时阵是上好的标准。这是等于是一个学校教真正是标准的教材啦。这伫咱即马台文当咧拍底子、拍基础的时阵，即种册足重要、足重要。希望是愈人愈侪，像安珠老师也是足侪人安尼写的。好，过来散文的讲到尾，我就讲就是。你写散文有分做2个部分，语言的部分甲文学的部分。语言部分就是即个用字有准无、正确无、有顺无、有完整无、有法度甲一个代志讲甲好势铺排甲好势这是一个袂像咱学校写作文共款，这是基本的功夫。不过你这基本功夫拍在了过来就是文学的部分。文学部分就已经就毋是你用词的问题，也是干那语言问题，已经超过这个语言来讲文学。当然文学这个会讲的足复杂的，
咱安怎甲台语的底底拍好了，语言底底了后，来做一个有气味的文学，有风格的文学，甚至是一个经典的作品。我感觉这个王昭华，我相信大家理解不解，拢知影昭华，伊定定伫面册旁边拍照，记录一寡在地俗语，一个用词，还是家己的想法，伊家己嘛唱歌，伊的舞步，这个歌词嘛摕到迄个金马奖最佳迄个作歌曲，昭华因为伊对家己的作品的要求足悬的，所以伊册一直拢无出。这时阵3、4当前，我伫一个文学奖现场拄着伊，我就做伙坐火车要去高雄。伊路中讲昭华你的散文写甲遐济啊，想无嘛爱出一本。伊讲好啊，来试看觅咧我就甲推荐到迄个九高出版社出版社到出版社去催稿，催几啊当了，总算互伊出即本，哇，随意你尽量。即本是写甲真正足赞的。我感觉就是用台语来创造即个散文的艺术，真正伫即个现代啦。我讲以前嘛有足侪足赞的作家，像陈明英老师。伫即个现代伊一个住伫淡水24档的一个查某囡仔，足早就写台文，四界走撞，你找伊的人生我随你尽量全部拢是写淡水。分做2个部分，头前个部分是迄时阵佫住淡水的时，较少年的时阵少年的时阵的迄个部落格花定少日的即个散文，就是伊的文字可能无遐重，毋过就是初用台文来写即个淡水生活的即个散文真水气。你有感觉讲听即个台语进来会当遮有清芳的气味。后半迄个时昭华要出即本散文的时候，讲你家己进前的作品捡的写较济2、3本的起来都有啊。想袂到伊淡水散文，伊头前捡迄个花定少日捡完了，伊讲伊家己要写一本一个长的5-6万字的散文，讲即声乌有啊，即声册是当时会出啦。因为昭华逐个字、逐个用词、逐个开口拢要注重，你要改到当时，真正足感恩的，就是5-6月是总算出啦。伊后半的长散文上淡水往事堆一会当讲是到咱台文的迄个散文的艺术的，真正出来就是变做一个艺术的迄个代表就对啦。互伊种的里程碑啦，已经是一个，我感觉就是伊放伫华语以外是一等一的作品，会当讲就是昭华用伊即个遮济。伊的青春伊的遮济拍起来做台语的研究甲推送，佫有唱歌，各方面，我感觉上淡水往事对应该是放伫华语会当讲是今年规个咱台湾有咧写散文创作，我感觉绝对是一定有作品，伊出来就是变做一个咱台湾文学史一定爱讲到一个散文内面写的台语当然是足顺的，毋过伊有家己的。伊做出侪溪口的，搁我感觉就是咱台语的散文的路，敢一定爱甲华语共款。有一段时间就袂输干净简真共款，是一个水文，就是甲文字啥物拢写做巴甜的、做水开的。我感觉昭华伊有受到一个点，咱台语爱有家己的理路甲家己的手路，莫去迄个华语夹条条。有一个重点是华语的形容词较济，是伊是较思维的文章。咱台语就是有一个在地气，有做一俗语，有即个在地智慧甲功夫。譬如讲，咱台语的动词的变化比华语加足济。佫有一寡各方面，咱台语的特色是毋是用咱台语语言的特色，咱的生活，咧台语的气味去发展出咱家己台语散文的路。毋免免去学华语，咱家己有家己一条路，甚至行即条路了，咱会爬起来迄个愈爬愈悬，咱爬起来即个艺术的关山会愈来愈悬，即种的，就是迄个坎站愈来愈悬。所以我感觉就是，大家你若是想要知影真正台语散文的艺术是安怎，我感觉昭华应该算是即阵仔上好一个作品，无好读啦，因为伊用做幼路，伊无好读是因为伊台语用做大点，
所水开，你咧豆豆啊来补，大家来斟酌。像即本啊，像上淡水往事记忆啊，我搁读，连我听到安尼，我拢读一礼拜。毋过读完了后，感觉讲啊，即个焦怀散文啊吼，甲催口拜托伊出册啊吼，上用心计较去想办法互伊出册。等到尾啊，等这册当出来了，我感觉啊，一切拢会得啦，就是即本真正就是真赞的作品啦。啊，即本册。我知还未再选啦，希望大家吼吹落去，互伊再选，或者救国出版社会当过来出更较侪即个遮赞的台语的散文啦。好，过来吼，散文读完了，咱就是用即个翻译的文学。啊，陈丽君教授，新台教授陈丽君，迄个丽君教授啊吼，伊规划即个世界文学态度少年社语系列啦吼。啊，伊拢经即个世界吼各所在名著，就是重要的作品，大家熟悉。比如讲格林童话、吉林童话、清秀佳人翻做青下水安尼吼，银河剃刀迄个列车甲拉风丹迄个语言等等，伊就是经即个世界的吼经典的作品。啊，囡仔顾较济，啊，就甲传说。啊，迄个另外交配吼精装啊，当然嘛有台语的朗读啊翻。一届拢无甲伊交，吼！对我来讲，我差不多一工都会晓读完。啊，毋过即个就是你要学台文的一个真赞的翻译的文学，会当为遮来入啊。啊，相信即个丽君教授嘛是针对即个学校的教育，伊要教册的时阵，伊是汉罗啦吼，所以你会当会当读汉字，啊罗马字吼，拢会当学起来。重点是即个故事，比如讲青叶厝安妮，迄就是已经拍电视连续剧，也是华语的版本实在是太济啊！是大家拢知影即个故事，故事好读，台语因为有丽君教授请做一个专家来审定，所以台语是绝对无问题，因为是几个人咧审定，会无华语，莫讲无华语的问题，是一个做单定做台语开的吼，即个台文来讲即个经典的作品。这部分我就是，这非常好，伊一直出啊，了有一本出来，你就甲买落来，好啊读。即你台文会搁较顺，搁较水气，而且你读的搁是世界经典的作品。想要要读这个起来经典作品，因为即摆台语的创作者是愈来愈济，毋过我感觉依然是无够啦。啊，有时阵文字真水气，毋过伊文学性也是内在搁无够。伊的文学性阁无够的时阵，咱就直接为即个文学的作品直接翻译过来，咱直接就是用台文来读即个文学精髓。这是我感觉这是，无论是华语全世界文，日本文学、罗西亚文学，做一各国的文学要发展现代化，也是要打造现代文学，大家拢是用即部。我相信咱台语嘛是安尼。用直接，咱就找上好的作品、上时行的作品，翻做台文，咱直接来读这个上好的作品，去学的文学的精髓，过来翻倒头，咱过来创作咱台语的迄个搁较好的文学，吼，这是青叶厝案例。当然嘛是有，请拢是正音，拢是真赞的迄个文学吼，迄个声音。过来就是《龙娇集》吼，《龙娇集》就是华语的泰戈尔诗集吼，《飘鸟集》翻过来。啊，即个玉桥啊吼，伊我甲伊熟识时阵是伊家己用迄个面册Messenger拍出来讲，老师我想要伊睇的时阵20统啦吼，伊伫欧洲伊留学就对啊啦。啊，有一间伫葡萄牙的迄个册店发现一本迄个小王子，冰冰的了后伊就讲，这若是有台语版的，毋知有偌好，就甲伊联络。啊，无意外啊，伊甲联络的时候讲你若是要反是真赞啊，毋过前卫版的小王子要出版啊，所以你若要反，可能你爱想者，尾仔就无搁联络啦。到有一天啊吼，我感觉讲咱台语的即个文本啊吼，作品该当爱有做一经典的文学翻译出来。我就有一天搁拍找着 Messenger 找着伊讲，伊最近你创啥？迄个玉桥讲已经转来台湾啊，你读转来台读册，伊台学生。讲我就讲你若有兴趣啊吼，你去册店、册架顶头找看觅者，有迄种
世界经典的文学吼，有对一本你感觉你会当甲翻做英语会当翻做家己，伊会去找我就建议，伊就甲经一本一个泰戈尔的《飘鸟集》。自迄时阵开始就讲，哦，你若有兴趣，你就因为迄是短短啊嘛，吼，就是一届300外条吼，啊一条一条你就趁时间来翻。啊吼，迄个时阵就交伊是台大社会系，啊伊去考即个台大心理所。你也知影吼，台湾的心理所做歹考，你要做心理师啊吼，爱先考着台湾的研究所，啊伊会举足少，就台大敢若10个尔，啊伊佫考着第一名，社会考着第一名。伊迄时学业考着心理系准下到，佫爱去实习吼，佫爱去啥物？啊伊就是伊甲我讲，伊就是伊住红墙啦，台北淡水红墙啦，伊就是。坐车坐40-50分嘛，过程当中伊就是坐云顶头，一首一首来翻，想袂到吼，伊一冬我就规本翻完啦。规本翻完了，我用半冬的时间，我用线顶吼，甲迄个档案放伫顶头，我就是看到一条，就是我看伊伫线顶看到伊的迄个翻译了，我甲讲，即个词无啥好势，我建议会当用啥物词？即句会当翻佫较好。若是我就翻互伊看，安尼斟酌，安尼参详讨论。我用半冬的时间一直调，调到差不多的时阵吼，因为我英语无遐老啦，我就邀请即个曾家应老师吼，伊是留学英国的，英语最好的，而且吼，尾也去找甲发现讲，伊是一个迄个塔古鲁就是泰戈尔校，伊华语的版本，简体字拢有，伊是一个，即个做介意塔古鲁的即个一个。教授，甚至伊就来负责英文的审定，吼。啊，伊审定的过程当中就交落，迄个嘉应老师就会针对伊内面翻甲无对当、无正确的所在，因为用英语的角度讲，这可能英语毋是这意思，你爱甲斟酌，安尼参详讨论。甚至有一寡所在无法度决的时阵，伊佫去找迄种迄个翻译界迄个大咖，迄个已经是翻译界算。教授级的这个老师来甲请教哦，这个要安怎翻译？所以这本册阮开2冬外的时间吼，一直改，有诶甚至一首诗吼改1-20届，一个词阮讨论，毋知讨论几届，改几啊10届，讨论做一时间诶。所以我感觉就是找到真无简单出来，啊又教 podcast， 大家看这下骹吼，这较特殊，伊毋是用 YouTube 用 podcast。因为伊是一届就10条，啊300外条，你就一届要听1点啊5分钟，吼，你坐车的时阵，困袂去的时阵，还是真正要轻松的时阵，你就读1点啊，吼。啊，这本册出来了，我就办记者会嘛，啊，迄时阵我就是讲，迄时阵我就去迄个绿桥，有声音吼。老师，打断一下，因为刚刚有人把你的画面分享出去，你的 PPT 电脑那个画面都没有出来，只剩下你一个人在讲，就没有看到你的电脑画面。好，安尼我看哦，安尼是无去啊，嘿啊，安尼是爱分享哦，迄个权限爱有我，嘿啊，迄个。可能且主办单位甲迄个，互我都分享诶。哦，是有人用，是对一个嘿。老师，再麻烦你重新搁分享一遍。无，我迄个功能无用诶。哦，继续哦。好，我看一了。哦，好。安尼有无？有看到了，那你可以把它拉到你上一章的那个介绍书吗？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本啊？嘿。册也是对啊。我就开始就超10分钟都无画面。啊，是有人的迄个物件无关掉。什么人个先忙关起来吼？好，哦，册也出了这本吼。雷军教授的这本吼，这就是册也出的案例。啊，我迄个日网仔连顶头拢有吼。啊，过来就是这个龙鸟节吼，龙鸟节大家会当迄个，大家
我会发现讲，这出版了啊吼，入桥到23岁呢，我46岁，因为较晚一半咯，我就出第一本的即个台文的翻译啊吼，所以我感觉就是咱来开成愈来愈侪少年人吼来做这台文的事业，因为即马囡仔吼，伊教育真正是愈来愈好，包含台语嘛是，即个入桥是各中了决心要学，甲阿嬷学去网络找即个台语的迄个资料吼，一个人吼，好啊学，啊，佫是台的学生，拢一定的学生，无论是你是啥物学生，只要逐个有兴趣啊吼。少年人，咱真正咧甲牵线，互伊好好啊来读即个，来写台文，来学台文啊吼。好过来吼，翻译册了，咱就来咱台湾的作品吼，迄个今来即个滋味，这就是红塑胶吼，高雄的即个，伊住高雄啦吼。最近出版迄个《傲慢甲偏见》吼，这两本册爱做伙来读，就是即个今来即个滋味，就是讲即个高雄新草艺啊，吼，迄个故事，讲一个爱情故事。啊，即本我读完了，我感觉袂输我细汉听迄个台语的广播剧，吼！细汉的时阵，无就是咱在地电台，是阮兜是工厂，啊工厂拢会，工厂工人啊吼，拢爱哪听迄个广播哪做工。啊，你有一工啊，阮兜迄个工厂广播歹去啊，迄工人哀叫讲哦，头家足无聊的呢，做袂落去呢。这比阿比的吼威士比搁较重要。所以我讲啊，咱会早迄个阮伫工厂的时阵，定定听着迄个广播，就是离。因讲话拢爱做轻松的、做趣味的，无即工仔人做代志遐习惯。啊，因定定就是制作迄个做即个广播剧，啊，广播剧的故事拢是人生的故事、爱情的故事，啊，做咸的故事。有时阵吼，听了后拢袂记咧做代志啊，吼，真正真精彩。啊，即个金来即个滋味嘛是有教即个广播剧。啊，读内面的故事，我哪读咱一直咧想起我细汉的时阵。阮工厂的时阵吼，迄个广播电台放的迄个广播剧，真正吼听到尾啊，你真正拢袂记做代志啊，就是吼内面的迄个爱情的这个故事，甲规个拢写入去就对啊吼。所以，红塑胶讲的佫是高雄的这个人情世事，伊的台语开绝对是无问题啦。啊，讲的拢是有做者在地俗语吼，甲迄个地方的一寡故事啊，还是一寡情景吼，真正是。讲到足侪高雄的足侪所在啊，大庇湖啊，还是草野这个所在啊，是迄时阵大同这个所在，我真亲切，真台语开吼，是一个你若要读台语的小说，我会当建议为今来即个滋味来开始读。伊的文字真正是袂做深的，啊讲的就是一般咱厝边头尾的故事吼。啊，即本读完了，我会建议吼，即马就是迄个，伊拄出版一本册吼，傲慢甲偏见吼，就是甲即个Jane Austen 吼，等者哦，大家会当来读即本吼，即本大家看着啦吼，无错，甲你讲，即本最近就是真轰动就对啊啦。因为这傲慢甲偏见是塑胶甲，伊原本是25万字，吼，因为25万字有较长，伊就缩做10几万字，甲伊个故事甲讲出来，就是傲慢甲偏见，吼，这是真阿斯顿的这个足出名的作品啊！你若要读英国的文学，拢一定要读到这本的啦。啊，这本傲慢甲偏见啦，吼，你若无读过，人大讲哦，这是。文学的大作家，佫是英国来，敢是高高在上？袂，绝对拢袂，因为讲的就是袂输咱台湾的8点档。伊讲的故事就是一个妈妈有做的查某囝，啊厝边吼一个迄个，伊厝边啊有一个迄个好野人的厝啊吼，租出去大布互租出去的，对大梯出去，是一个伦敦来的好野人，一个少年家。这个时阵，这个班内太太就是骂讲，哦，甲因对个翁讲。咱个查某囝若有一个，我著嫁互这好个人吼，即世人著快活就对啊。伊讲的故事就真简单，就是迄个时代啊吼，做一个老母的希望会当家己查某囝嫁出。安怎啊？因查某囝拢5个查某囝吼，伊拢有家己的主见，拢有家己的个性。啊，甲遮个少年家安怎安尼？迄个谈恋爱迄个过程，就是这故事就是遮尔啊趣味精彩就对啊。所以傲慢偏见，佫有。配音，伊嘛毋是配音，是有声的家己。所以看傲
5万甲平读即本册，听即个有声的剧场，袂输咧看连续剧8点档，真趣味啊！啊，塑胶啊吼，因为算住新草艺所在，遐内地俗语甲迄开口，迄就免讲有够赞。所以你读迄，你就哪看哪唱，讲哦，这根本就是比咱毋免去看咱迄电视8点档，迄有时台语是还是黑白讲，这就是正讲顺的，上趣味上活跳的即个台语啦吼。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今来即个滋味加5万加偏见吼，会当做伙读。啊，即摆已经5万偏见已经算真轰动就对啊！大家紧靠外面找有一个迄个。即个减肥的医生啊，吼，生个缘投，体格够好，啊，伊看到即本册，伊就足欢喜，佫念互大家听，吼。只要读过的人，你只要甲迄个声音当第一首的点过，你会调入内底啦，吼。这是今来即个滋味，吼，拢是红塑胶的翻译甲伊的作品。过来就是红明道的等路，还是高雄的路直的啦。即本来是华语版，啊，华语版摕着咱。台湾的金鼎奖，金鼎奖就是咱册方面的金马奖啦。你电影是金马奖啦，啊，你迄个电视就是金钟奖，啊，音乐就是金曲奖，啊，咱台湾的册方面就是表扬咱台湾迄当出版上好的册是金鼎奖，啊，伊本来是华语摕着金鼎奖，少年哦，红明道才12、16几岁，啊，伊是迄个。路地的人，啊嘛是台语做练转啊，伊就希望当改做台文版。啊，这时我就甲明道一寡指导，啊，伊就甲改做台文版嘛是有录音，吼，甲等路的故事6篇，我记是6篇吼，写字。啊，这故事是文学是较强，啊，伊讲的就是咱下港的迄个砖头啊，是迄个街啊吼，一寡人的故事。伊故事看起来是白食无味。毋过伫内底讲着一寡咱离即个咱人生的一寡困境，写甲无咸无香，毋过内面的味是足深的。大家会当啊，因为伊写做文学史，所以改做台文的时阵，真正是开做者是安怎甲转做靠台语开，大家会当好好来读即本册。伊的面都是一个，伊这人就是点做代志的人，伊即摆是医生啦吼。啊，踮咧做代志的人，伊人袂四界去宣传，就是伊人就是足谦虚的一个人。毋过伊写的物件足甜的，做料伫内底，而且吼，你若通啊讲，毋对啊，这是一个笑亏啊。啊，毋过你拄读的时无感觉，等你回过头去翻头去看时，发现讲哦，伊当时的即句话是有一个诙谐，有一个意义伫内底，嘛讲着一个人的故事，哦，即个等路的台文版。啊，过来吼，当然嘛是有录音，吼，这录音故事搁较济，吼，这为着要这录音，真系舞够久诶，嘿，若是配音员的台文的问题，阮搁爱听更好的声水，安怎甲这个？因为这故事无好讲，拢看起来拢白食无味，足平静，安怎甲伊的气味讲出来？这个配音，尤其是这个选民无选民啦，吼，伊真正是，来，伊的配音嘛，吼，真正是有2部7啊，大家咱来听看觅者。过就是咱迄个台湾政线的社长，即个中上啦吼，中上的即个范雅豪的机项，头早讲着，咱若是用华语摕着金鼎奖，咱中上毋免透过华语啊，咱台语直接范雅豪的机项就摕着台湾上重要的册出版的奖，就是范雅豪的机项。啊，我感觉中上啊吼，伊写这台语的文学，因为写遮久的，有台湾政线遮好的杂志，拍拼遮久啊。我感觉伊知影讲啦吼，咱台语应该爱离开台湾，因为咱若台湾的台语甲这文化泡材料，咱爱用这个语言去行出新的这个水路甲航路。所以我感觉中上就是行伫咧上头前，用这范雅的机项吼，其故事最简单就是袂输咱迄个007这小说共款。伫这个范雅下的这个大船顶头啊吼，发现做一机密的，所以谋杀有探侦推理吼，佮有 spy 历史讨论做这个问题啊，故事啊吼，就会刺激哇！这到底是人是啥台等等吼，所以我感中上伊，咱台语以前文学作品拢是较顺的四散的小说，伊即马就是写类型，类型就是这个华语讲的类型，所以故事真正足精彩吼，为咱台语的文学。
拍出一条新的水路甲航路。个重点就是，我感觉即本册真好读，吼！以早甲除了台语爱有够好，语言有够好，第二爱有够用。我感觉就是爱互即摆现代读者就是读了有味有兴趣，会叫写落去，会调会着做，吼！这是反正好的技巧。上尾啊吼，变硬啊上硬斗的，就是台语现代小说选啦吼。这是卢比清教授伊经日本时代到现代14篇的小说，用咱教育部的推荐用语啊吼，变做一个选集，会当讲是到达吼上赞的这个台语小说的选集，就是讲你要了解台语的小说的这个演变，大家作家的迄个手路，伊的主题，甚至看到咱台湾这个社会100年以来这个变化，我感觉即本册真正是真赞。米清教授做代志拢是真旁边的，拢是上认真的啦。佫有前卫出版社的主编陈清宏的编辑，即本册是编的过程实在是真的是目屎干目，而且讲袂完。因为要编即本册无遐简单，要授权，要编排，佫有台文正义，而且伊方面啦甲以前无共款。伊希望讲咱台语要有一个咱即摆已经现代社会啊。咱编这本选集是要有一个现代感，所以用一个较现代的这个方面来甲即本小说甲编出。所以啦你读台文学台文到尾我感觉你就是来读即本，这会当讲是咱袂输爬山共款，爬足悬的山来挑战你家己，用这个条件好来读第一，你家己的台文的能力会当补强；第二你会当了解这个台文小说的变化；第三就是。你看完了，等于是了解这个台湾的社会历史100年的变化，所以这本你也是台文对台文有兴趣人，嘛毋免这本大家逐本拢要来收集啦好，安尼这10本你若是拄着这个台文界的朋友，也是讲伊台文有程度有够的时阵，你着把这个网仔链教伊，也是拍诉伊讲一本读，你会当看到咱即摆即几档咱台语文学台文的这个发展是会到遮尔青草，遮尔侪款，遮尔水开。好，上尾就是介绍顺从我家己啦迄个最近出一本迄个台味漂配台味漂配就是讲咱台湾食的啦，尤其是咱食是迄个华语说的小吃啦这本就是华语写，不过我内面有弄。我无算过50-100个即个台语食食的书，即个书因为台语我里面用华语写去，我的文字虽然是袂介深，毋过我用做一手路甲方法来写即咱台湾的食食，安那观察伊的好食离对。重点是我内面有放做一台语文，即个台语台本的罗马拼音毋是像我台语好日子共款，伊是有这内面的台文字拢是我即几年伫研究台语的时候所捡到、所学到的台语的用词，迄有的所在是真正是做在地做深的做台湾开的即个台语开的即个台语书，所以你读即本册哪看这好食了好料的。嘛会当学着诚深，也是甚至你拢毋知影安怎讲的即个台语的事所以希望大家来支持啦OK， 讲剩10分钟，看有大家问题无？请到。我顺便问讲。先举手。卡落来。老师你好，我想要问问题，像讲有一寡册因为咱即马即个出版社线顶的册，伊拢甲台文做啥物华文、中文啦，佫有一寡册我爬了看讲应该是台文册，结果是华文册、中文册，无就是内底伊讲有介绍台文，结果就几字尔爬了都转面呢。毋过无法度去判断，因为你嘛无法度讲去甲这册拢读过了，拢读透较会买，所以爱安怎选较袂讲
看起来你就想讲可能内底做一台文的，结果内底拢花文，拢花文，啊，规个字是台文，安尼起假，吼，甲老师请教。基本上迄个我互你迄个网仔咧嘛，进阶吼就是迄个进阶版的，基本上拢是全部台文。吼，啊用字可能有一寡册是有中上的，伊有家己的见解，因为伊写遮悬卡，咱就要尊，伊真正是咱甲尊重。我头拄拣迄10本，基本上拢无问题，拢是咱即摆教育部推荐用字，这拢无问题。啊，入门啊，吼，入门无的确，因为咱台湾主要是华语嘛，啊华语就是我的做法就是写华语文章，像我台语飘飘共款，兼一寡台语字，啊你一字一字来学，所以就是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头讲的这个进阶篇，就是八一嘛，进阶篇吼，你基本上遐个册你就放心，你就会当。要来读，一本就要来读。搁是扑起来吼，伊个分类啊吼，基本上迄个实体册店啊吼，台语、台湾文学、台语是夹伫咧内底。毋过受愈来愈侪册店，独立册店，伊已经甲台语的文学，意思就是独立就放一家啊，为学习的到台语文学的。吼，这实体的册店，尤其是独立册店嘛，是靠想法的册店，基本上。拢已经大分类，即摆欠的是大型的迄连锁册店，金石堂啊，是成品，吼，这个册店，甲网络的册店。啊，因为扑起来，我甲内面的熟悉啦，我豆豆会甲建议讲，咱台语啊分做一类，分做台语类有分做台语学习、台语的文学，吼，经典范是我头早分享的迄个扑起来，因可能嘛是你做准备啊，因为我感觉做现实的啦。咱台语的出版品量也有够，即摆已经超过8本啦。伊就一定爱分类啊，伊无分类，伊家己会乱去，吼，有各种话分。过来就是，若是咱台语的册愈销愈好的时阵，像你头先安尼讲啊，有迄个读者就无欢喜啊。我就是要学台语是安怎，写一个华语的，你会写批去啊建议啊是安怎？伊一个两个，足侪人安尼反应的时，伊就一定爱做改变，因为即摆。这册店拢是服务业嘛，伊一定爱，就是看的是市场，消费者甲规个时势，所以我感觉就是即摆迄个势愈来愈高啊，希望大家就搁吹落去，无论你是买台文册，还是伫网络顶头去推杀，还是教育现伫各方面，咱就是就是咱势就去咱趁这个势好好啊来把，甲咱感觉以前感觉无合理的、毋对的所在，趁这个势甲变过来，甲应过来。好，来，还有啥物人有问题？感谢顺聪甲咱介绍足侪好的作品。其实咱20-30当前绝对毋敢笑想讲有遮尔好的起造的。朱老师，你敢有想到？嘿啊。所以即摆伫讲，迄无物件，应该有哦。我试电脑是有吼，妈你搁甲试看觅。啊，包括即摆国中、高中爱教，即摆搁有课本，啊，搁有足侪资源，所以即摆大家拢一直咧做吼。不离个，咱遮做的拢是基础的物件。啊，顺聪因遮斗相共就是讲为文学，因为你一种语言，迄是学会晓听会晓讲，迄是一个基础。啊，尾仔变做文化，啊有迄市场，啊，即种语言才有法度继续传承落去。哦，所以这20-30当来，咱着戆戆仔做，点点仔做，其实嘛足侪成果，啊嘛足感谢顺聪，甲咱这诚好的作品介绍各位。啊，毋知各位有啥问题无？我是讲迄个，差不多5-6当前拄到一寡，比如讲离校到无语的，还是台语推销者，啊，大家拢咧哀叫，讲学校无重视啊，啊，定定就是有一顿无一顿啊，无舌头啊，啊，尾啊，迄个甲我坐念迄个，即摆完全拢无伊的消息，因为代志做袂完，嘿，啊，所以就是讲，重点是安怎，就是讲，即摆吼。即摆拄着问题就是迄个相接的所在，就是足侪单位，也是足侪政府，也是足侪资源单位，伊想要推出台语。啊，咱民间也是各所在足侪，像安珠老师，也是各位吼，咱的听，咱这行员，
拢有2部册啦，拢有足够诶，即个台语甲台文诶迄个功夫。啊，安怎去甲即2个接起来足重要，因为即马市场也是各方面拢有即个需求。啊，我定定有人甲问，啊，我就拍死互遮个人。差不多逐礼拜甚至逐工拢有拄着，我就讲，适合诶人要写。要翻译台文诶，要做台语正音诶，要做编辑诶，还是讲要做配音，我直接 pass 互伊。啊，这个单位伊要找人，伊无一个统一诶这平台，还是拢是找我即款人，也是理工局基金会，还是这个较出名诶。我要做这个代志，有需要一个台语诶，这个人才，人啊斗相人等等。啊，咱民间啊吼。相信即个台语也是台文的人才是满是啦。啊，毋过因可能就是点点做，也是无迄个无人甲介绍互需要即个人。等于是即中即个小接所在，咱甲拍互通。我感觉这足重要的，包含迄个电视电影啊，也是有一寡舞台剧，是一寡学校的单位啊，也是即个博物馆、美术馆，伊要推广台语，最近做着活动。我知影讲哦。遐个人我拢无是，足侪拢无是啥，也是足侪单位去标即个案。啊，因为即个活动愈来愈侪，迄个台语的人才拢豆拢出头，拢蒲头。我希望是愈来愈侪人有法度即个舞台平台，会当来去发挥。咱即摆要做就是甲即2个拍互通，即个有需求的人，甲有才调人甲拍互通，互更较侪人去发挥。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啦，嘿啦。多谢孙总，因为迄平台问题，就是亲像学校甲资源人员迄种平台，阮有甲建立。即马就是讲企业界要甲即个人才要哪结合，这可能嘛是咱爱另外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即马就是讲迄落5档300个，其实即几档包括中央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大博物馆，足侪所在拢爱有一寡推动迄落本土语文的工作。所以包括即马足侪石头嘛足侪。啊嘛，毋茫讲就是讲，咱尽量争取经费，啊，大家做伙来做吼。这5档300，其实嘛是讲去争取来。啊，即马其实咱师资嘛有啊，啊是讲无够。即马师资有个无够吼。然后讲迄一段迄种问题其实有较好淡薄啦，我毋敢讲足好啦吼。来，爱华来。老师你好，来，我想要请问讲咱的迄个字啦，足侪字拢拍袂出来，敢袂用请即个政府啊请人来写字，互咱的手机啊是电脑有这专用的字拍较会出来安尼。已经咧做处理，包括即马迄落廖元富、廖教授，即马甚至咱嘛会甲 AI 做结合，即部分拢有咧做。只是讲咱台语真正比华语较复杂啦，因为咱各有文配音，啊，各有发音差，真正有咧做，已经做3档啊。啊，即马你用语音，你甲讲话，啊，手机啊、电脑听话，差不多已经有8成。不然阮是嘛讲有9成，有9成才会推出，若无搁去用，到时有讲无想拍无爱赔安尼吼。啊，那无爱注明者啊，文白音者拢无解释讲，即个音是文音，即个音是白音。这有时这算即部分新版的教典，甲文白音摕掉。我你有即种需要，阮另外开个，阮才过来反映，因为文白音的标示其实足重要啦。迄个，我讲一个，就是讲其实拢做好啊啦，你用字形啊，就是讲，即个做好的人，安怎互普遍化？到上普遍，就是大家拢知影。即个我就是要讲，就是 Apple 的迄个手机啊嘛，伊就是完全拢袂晓人，你摕咧就无法度用。啊，即摆咱其实即个功能，你想到的问题，大家拢做好啊，也是有你做。安怎互你知影讲有法度随用着，用了方便利便？这才是我甲你讲的，就是讲有需求的人，甲要用的人，安怎甲接做伙？咱即摆就是这需要时间爱来推送，这是咱即摆后一步爱来做的。嘿啊，你想到的，我甲你讲，就是教典可能即摆是2.0啦，其实佫有足侪问题，毋过甲1.0比起来是加足侪。2.0解决1.0足侪问题，毋过咱佫3.0连起落来啊，因为这2.0了，大家所有的问题想要解决，全部拢来，你需要时间用消化，安怎来做一个上好的方式啦，嘿啦，所以就是恁大家想到的问题，基本上台语界迄个做者教授啥物拢会想，咱需要时间。
你做完了，爱互大家普遍化，大家知影，会晓用了会套牢，这爱时间啊。所以就是讲，我甲安珠老师讲的，各种的平台足重要的。无啊，物件囥伫遐，比如我册遮济已经做遮济啊，你也无安尼介绍，你根本就毋知影遮济台湾的册出版。哦，我感觉这平台互大家较侪人知，这真正是一个即摆较大头的问题啦，嘿。了解，谢谢。嗯。咱后礼拜会请方胜雄老师来讲，为什么咱台湾食物的形势吼？啊，相信这讲者已经嘛做深熟。啊，今仔顺聪，来 ，Emily 来。好，请讲，我陪大家。两位老师你好吼，我是伫马来西亚。哦。然后我是较少，特别较少年啦，嘿。毋过伫马来西亚即边吼，我感觉台语的这资源有够少的。啊，即届呢，真正是我感觉是缘分的关系吼。去熟悉到甲迄胡安老师吼，会使伫线顶吼，我伫马来西亚用线顶的方式来上课哦，转来考试安尼。毋过台语对我来讲是足有感情的。我会记阮细汉时阵拢袂使讲吼，讲的时阵爱罚钱。我迄时阵感觉，为虾米会安尼呢？这嘛是一个语言吼，为虾米就袂使讲呢？吼，所以我一直到我大汉的时阵啊，我才家己学吼，才甲阮阿伯阿母吼，佮大家讲安尼，因为因讲的拢做开口的吼，北部的甲南部的吼拢无共，所以我拢知影，佮有足深的字吼，拢是阿爸阿母吼，平常时阵啊，我有时讲算像讲未婚时阵吼，遮的语言拢走出来安尼吼，就是安尼，所以足常讲你毋是讲年岁较济，毋过那敢若足深的这词吼，还是这个俗语吼，你俩拢知。我讲因为啊，阮阿爸阿母吼，常常吼，未婚时阵就走出来，所以有时阵会挑工吼。要互伊骂一下吼，我其他的新厝会出来，安尼真正吼。我妈就讲奇怪的，你最近是安怎足欠打还是足欠骂？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哦。是。所以我希望讲是毋是会使搁较济的机会，会使互线顶啊吼，互这伫国外的人吼。嘿，嘛会使学吼，有这机会安尼，嘿，多谢恁老师，谢谢。到时阮搁甲教委会联络，教委会。哦，对。这部分阮会继续来争取。我想要做的想法就是，咱即马台语的资源啊，册啊，也是像咱 Emily 讲，伊毋知，即马愈来愈侪，其实有时侪甲拢看袂完。咱即马后一步希望大家甲这物件互更较人知，毋若是台湾哦。迄个海外的人，伊想要学的人，毋若是伊母语是台语，伊外国人要来学嘛，愈来愈侪。希望大家甲这拖出去，咱台语较会久长，而这个起草甲说明愈来愈好。嘿，这我结果。嘿。多谢顺聪，嘛多谢各位友志。后礼拜四共款吼，咱请方胜雄老师来讲一寡较趣味的，就为咱食物件伊名称是安怎来吼，这嘛算趣味。多谢顺聪今仔互咱对咱台语未来发展更加有信心。我一再课讲开话，佮讲着讲台语敢有音？台语无字啊，尾啊，阮即摆毋若有字，佮会当出版足济作品，无共通用的作品拢会当出来。所以这是阮后摆开话真好的烧饼本吼。是教界的教授。对咱台语界拢无熟悉，你看，这已经几啊10本啊，你搁讲无？系啊。嘿啊，这直接甲缀出来就是会使吼，所以今仔真多谢顺聪。来，欣荣紧嘞，把握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对。欣荣。歹势，我寻唔到呀。好。讲咱今仔就到这来结束吼。好，多谢大家。继续拍片。后礼拜大家好，感谢老师，感谢老师。多谢，好啦。咱了解台语既然这么厉害，夭寿厉害哈。多谢老师。来，多谢各位。